哎，怡姐，这附近这么多漂亮的景点，我们干嘛站在这边啊？因为我要带你走上自由之路。自由之路？对啊，而且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自由之路呢，它有一个非常长的 story， 但起点呢就在眼前这个麻州的议会大厦。我知道前面是麻州议会大厦，可是跟自由之路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人都跟你跟我一样啦，有这样的疑问，所以大家就会聚集在这个点，然后会有导览员呢带着大家走上自由之路，而且那个导览员会穿中世纪的衣服哦。中世纪的衣服，那不是等于是穿越时空啊？更有 story 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真嘅，大家尽量都有故事哦。真的 ，every attraction has its own story。所以呀，我们现在要去走上自由之路，踏上自由之路，然后去探访更多的 story。踏出自由的第一步，大家尽量都有故事哦。走了好久哦，哎，终于到了。我们终于走到这个景点了，而且呢，这个老北教堂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story。什么样故事呢？其实啊，就是 Boston 最古老的一个教堂，而且呢，它就在 The Freedom Trail 自由之路上哦。自由之路呢，就是你现在看到就红色的红砖，或者是有红色标示的一个路径，像这种的吗？总共啊4公里。横跨10个街区，有16个景点，然后啊 ，every attraction has its own story。哦，大家尽量哦，都有故事呢。所以啊，像这个每一个 story 都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访。应该很按旧嘞，我以为已经快走完，你说有4公里哦。对，所以我们继续沿着这个 Freedom Trail。好，慢慢散步，慢慢行。好，我们沿着自由之路前进。对呀。又看到一栋好像很有历史感的建筑哎。看到照片写是拉丁学校，我记得拉丁学校不在这里啊。其实这应该是拉丁学校的遗址吧，然后它也是旧的市政厅哎，而且里面啊有一个雕像啊，很重要哎。我认不出来是谁。哎呀，这一定要认得啊，跟你的荷包有关啊，富兰克林。富兰克林哦，它应该是在你100元的美钞上面出现的。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很重要吧？真的，大家尽量都有故事哦。真的 ，every attraction has its own story。我现在最主要的 story 就要去认识它。好，那我们沿着自由之路再继续看。我要带你走上自由之路，因为在这条路上，every attraction has its own story。大家尽量都有故事。